这个月2世界大学运动会特别伫中国四川的成都举办，咱国有210个选手参赛。早起，总统蔡英文亲身去高雄做赢的国家训练中心授旗。总统讲哦，顶一届的拿破里世大运，咱国摕到9块的金牌。总统嘛鼓励所有的选手，搁再拼出好成绩。甲飞机举起来摇，总统蔡英文7月1日早起来到高雄做赢的国家训练中心，伫内底备战的选手特别启程前往中国四川成都参加这届的世大运。总统来授旗，也由世大运参赛国手李帝凯代表接受加彩金。我们在拿坡里世大运上获得了9金、13银、10铜的好成绩。政府会做各位选手的后盾。也希望大家在赛场上都能够尽情地享受比赛的过程，获取宝贵的经验。蔡英文讲，顶一回意大利拿破里世大运，台湾选手表现真好，政府爱做选手上好的靠山，也会持续提升培训计划。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也正咧筹备，要借更较专业的协助，让选手会当有上好的表现。而在下个月1号，国家运动科学中心设置条例也会正式施行。运科中心成立以后，将能够提供我们选手培训、参赛所需的运动科学资源。中国四川成都世大运原本是伫2021年要举办，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，所以延到今年的7月。体操、跆拳道、射箭、柔道等等的项目拢有摕到金牌的希望。蔡英文也感谢带队的教练、医师，也有工作人员，望选手会当享受比赛的过程，为国家争取上悬的荣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